來看世界衛生組織統計，6個想要生囝的人哦，都有一個袂生。學者研究是發現講，子宮內膜內底的初級纖膜，長度甲數量哦，是影響到調體成功率。所以未來當透過檢測這個細胞的天線來提懸調體成功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平均6個想要生囝的人內底，都有一個不孕症。根據美國生殖醫學協會資料，其中有3成到5成是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患者，想要有生真困難。前3有學者發表上新的研究，發現子宮內膜內底的初級纖膜，就親像細胞的天線，伊的長度甲數量，甲咱的調體有真大的關係。敢若一支吼，差不多5 mini 的迄個天線，吼啊，這個天線就決定講，這個咱的細胞這個子宮內底的環境有法度發育準備而好，等這個受孕的這個胚胎來食。這根天線對於細胞的分化以及胚胎的着床是相當重要的，所以未來我們說不定可以利用細胞天線的這個指標作為懷孕率的判斷。另外，學者也發現，媽媽的化驗指數也會影響到調體的成功率。雖然今麥人工生殖的技術已經真發達，也毋過醫生也講，敢會當有生，除了胚胎，媽媽的子宮也是另外一個關鍵，就親像精子甲土共款。因為調體的時間是足短，咱就要掠迄個時間掠甲足好。啊，迄個時間若講即個，阮即講細胞的天線，若無夠長。你別當掠到迄個胚胎，互伊調體會當順利。阮甲用一寡生活的調理，啊，擱一寡藥物呢，互伊會當即個化驗指數較低，啊，互伊會當很穩定的，互即個天線有夠長，會當掠着即個胚胎，啊，會當順利來調體成功。學者希望即個研究會當提供未來解決不孕症的方向，透過檢測初級纖膜即個天線，會當更較精準的了解子宮的狀態。判斷胚胎放入去子宮的時機，來提懸調體的成功率。記者郭玉記、謝桂玲台北報道。